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仔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讲到恒春，讲到邦寮，即马咱看到南回铁路线，经过咱也会想到民谣思乡机。国情啊，捌甲你讲起过，讲民谣，拢讲的迄落见景伤情。先看到讲头前一丛玫瑰树，看到后壁一丛金石榴。过来，心内自然产生讲阿娘仔生水白甲幼，亲像竹纸包红豆，你敢会记得？现主时国情啊，要过来甲你介绍。有缘有真侪文学家，虽然是伊用现代的角度落去描写民谣，学民谣的开口写歌诗，毋过同款是即个见景伤情的手路。来讲文学先生，作家刘国伟有甲出一本册，叫做《文学畅游人间不易》，内底写着讲。伊和作曲家苦少两个相招相带，去到恒春，去甲丹达红麦达仔录音。录去当阵，伊所唱的《思乡机》。文学老师佫讲吼，迄是即马啦，较早吼无时间讲举一支长歌家己翕相啦。无迄当阵，我嘛听好甲苦少老师两个徛做伙家己翕呢。人阮哪有互相一人翕一张相，证明讲阮有去到恒春，甲红麦达仔丹达。采集迄条思乡机，转来台南，拜托一个文学家柯炳丁先生来作词。国情今日特别甲你介绍几条啊。柯炳丁先生，伊的字叫做敬听。敬听先生的好歌诗，伊模仿民间艺术的开口来写思乡机的歌词。见面嘛是当然先唱讲思啊乡机啊，搁来讲日头出来满天红。头拄咱讲的邦寮过去是香港，刷落来见景就伤情咯。希望阿哥来听痛小妹做工人。是啦，阿哥听痛小妹做工人，这甲邦寮过去是香港哪有牵连？过来第二拍的歌词嘛相像，先看到光景，才写出心情。尤其民间的艺术吼，无咧讲迄落13天地外，拢用实景的，拢用加强的，所以你甲听。柯炳丁先生的歌词写讲：恒春大路透温泉。顶台过去马换山，这完咱屏东恒春的景致啊。毋过重要伫后壁这两句，讲阿哥转去梅无伴，亲像落庄转心肝。你甲听这有刺激无？落庄转着心肝，迄着真艰苦哦。毋若干那写民谣尔。过来国情啊，要甲你介绍一条柯炳丁家己作词的，伊用日本时代丁伟宪作曲迄条南方谣，重新来插新的歌词。这条歌叫做《寒梦花》。迄歌词敢若用过念的，你心肝定定一定会对咧梦。柯炳丁、敬听先生伊的文采诗文偌好，伊讲寒梦花白无味，醒来毋着时，无玉晓无金枝，啥人会介意？世间事镜花水影，花红有了时，只有风仪温柔摇摆，故阮的摇机。是啦。这就是台湾的艺术，或者文人写落去变作歌词，这尔一点一滴用心咧讲究，要将台语甲扣互水。